立醫院又有醫療失誤事故，東區醫院承認為病人打錯針。先科國際前主席黃創光行賄罪未成立，但缺席出庭。澳門終審法院下月決定係咪起訴涉嫌貪污嘅前運輸公務司司長歐文龍。新聞嘅詳細內容。公立醫院又發生懷疑醫療失誤事故，一個東區醫院嘅病人咧被注射錯誤藥物，病人後嚟死咗。而東區醫院咧就承認打錯針，但係強調病人嘅死咧同打錯針無關。院方向死者家屬致歉，並且進行檢討。卓麗文報道。